大家好，各位，你哋有冇諗過點解你次次睇準晒條路準備發圍，結果一落大注就偏偏斷路？和好似莊家坐喺你隔離睇住你張底牌咁，我話你知，唔係好似係直情係你以為自己睇到嘅係路，其實你睇到嘅係莊家話俾你嘅句。你以為捉到嘅係規律，其實你捉到嘅係自己個腦作嘅幻覺。今日唔講風水運氣，講數學資金，講點解？你一入場就已經係一條俾人東喺度慢慢放血嘅水魚。如果你唔想一世做莊家眼中嗰條水魚，想喺呢個吃人嘅博弈場生存落去，即刻訂閱道王博弈錄，撳埋個細鐘仔，唔好話我冇提醒你。你入到場2塊路子，紅藍交錯，一條長龍直插，你心入面嗰團火就盼着，哇，好路跟實佢實食冇黐牙。你跟3鋪贏3鋪，咁5鋪贏5鋪，開始覺得自己係凍神。個場係你提款機，然後你個膽大咗，由幾百一注跳到幾千，甚至成副身家推落去。結果呢，拍斷路，就係你落最大注嗰一下，你嗰刻咩感覺？覺得何觀音，你隔離個盜客撲中你盞燈，統統唔係。真正玩你嘅係你自己個腦，呢種叫做抌桃金5。你以為連開5鋪莊，第6鋪開閒機會就大咗，錯晒。每一鋪都係獨立事件，莊勝率試食5.86，閒試食4.62鑊，走抌5乞2。呢個數字唔會因你睇咗幾耐路而變，更唔會因你落幾大注而變。你以為自己睇路，其實係睇自己嘅想像，將一堆隨機紅藍，點解讀成長龍單跳1廳2房，心理學和全部都係你為咗說服自己而作嘅古仔好。就算你睇中一條路跟到幾鋪，同問題根本唔喺睇路，喺執行。遲遲一落大注就短，細注嗰陣你情緒平穩判斷，理性大注一落，人上腺素飆升，心跳加速，瞳孔放大。你已經唔係用眼睇路，你係用條命喺度賭。呢個叫情緒化博弈。你以為執雞，其實送死。輸咗大注之後，你即刻諗一鋪追翻，於是你加注倍頭，用所謂馬丁格爾策略，輸一鋪下，一鋪雙倍，再輸再雙倍，再輸再雙倍，必勝法。我話你知，呢個係攞命法。連續輸幾鋪，注碼幾何級數澎興，好快超越你嘅資金上限，超越張喺限紅，一鋪清袋。你以為追數嘢，其實挖墳墓鬥場一啲都唔驚你贏錢，佢最驚你識數學，識管理風險，識得適當時候起身走人。鬥場點解永遠唔輸出千，而係佢哋玩嘅根本唔係同一場遊戲。你玩運氣，佢玩數學；你玩呢鋪，佢玩長遠；你玩感覺，佢玩概率。拆解洞場資金鏈本質。你帶10萬入場，自覺好有米，喺莊家眼中連屁都唔係。佢嘅錢係無限，你條命得一條，你輸晒就完嘢。佢輸咗，轉頭第二個水魚又送錢入嚟，呢個叫資本不對等。你同一個有無限子彈嘅人動，你點贏？贏10鋪佢面不改容，贏100鋪都面不改容，但你輸一鋪大嘅就玩完。呢個就係道途輸光定理，有限資金對無限資金，結局只有一個輸清，可能係必然。你嘅對手從來唔係隔離刀客，唔係荷官，而係成間鬥場嘅資金鏈。
背後嘅數學模型，幾百年不斷優化嘅公削系統。好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即係冇得打？唔係，你贏唔到莊家，但係你可以生存；贏唔到佢個系統，但係你可以 manage 自己條命。呢度就係核心。32密碼呢個唔係投注法、睇路法、必勝法，呢個世界根本冇必勝法。532係一個生存比例，將你入場嘅總資金分成10份，5份作戰資金，3份防守資金，2份離場資金，5份作戰資金用嚟真正落注，3份防守資金係你嘅救命錢。當作戰資金輸到某個程度，用嚟調醒策略嘅 buffer，2份離場資金，由入場嗰刻當佢唔存在，功能只有一個，確號號你輸到某個點，仲有錢搭車返屋企食飯過聽日5+3+2嘅核心精神，將賭本同條命分開，你唔可以攞條命去賭。只可以攞你願意輸嘅錢去賭，好多水魚失敗就係將兩樣嘢溝埋，佢哋輸嘅唔係錢、生活、尊嚴、家庭未來，你將條命擺上歪，已經輸咗，唔使等開牌。呢3個數字係你喺呢個吃人嘅博弈場唯一需要記住嘅嘢，唔係路單、豬盤、路大眼仔路。全部都係垃圾，你只需要記住5-3唔係2，份打3份守2份走。你以為我教你鬥錢，我教你執生好多傻豬入場，一心諗住贏幾多先走，呢種心態害死嘅人，其實多過輸錢害死嘅人。贏咗唔走想贏更多，輸咗更加唔走想追翻。最後咪收皮5-3-2話你知，你要設定嘅唔係贏幾多先走，而係輸到邊度就要走。你嘅防守資金用晒走，作戰資金輸到某個 threshold 停，只需要確呵自己唔會一鋪清袋，唔會輸到連底褲都冇。呢個就係鬥場最驚你嘅地方，佢唔驚你贏錢。驚你識得斬蟲牽龍，你贏咗識得收，輸咗識得停。驚你唔係水魚，而係一個有紀律、有系統、有底線嘅人。幾十年嚟，真正能夠喺呢個場生存嘅，最識睇路嘅人，而係最識管理自己嘅人。你 manage 唔到自己嘅情緒同資金，識飛都冇用。由今日開始，重新定義你對贏嘅理解，唔好再諗我要贏幾多，要諗我最多可以輸幾多。呢個唔係消極，係務實，唔係認輸，係戰略性撤退。你贏唔到莊家，因為佢子彈無限，你有限。你贏唔到數學，因為期望值寫到明係負，壓100蚊莊，長期輸1.06，壓閒幾1.24，但你可以贏到自己，贏到對自己嘅控制權，對條命嘅話事權。你可以選擇唔做水魚，選擇做一個有底線嘅人。記住，道場唔會俾你贏，但你自己可以選擇唔輸。呢個就係5-3-2嘅真正意義，唔係必勝公式，係求生工具，唔會令你發達，但會令你唔會仆街。5+3-2，記實佢呢度係鬥王博弈6。好，你記實咗5+3-2未？遲。跟住我要你將呢3個數拆骨入血，變成本能。先講5份作戰資金，你以為係用嚟落注？傻豬，和係用嚟買時間、買觀察、買忍耐。你入到場揸住呢5份錢，第一件事唔係衝去揾位坐，而係揾個唔起眼嘅角落，企喺度睇。乜唔係睇路？路係垃圾，係去睇人、睇氣氛，
面紅耳赤、青筋暴現嗰張咪，有殺氣避開，劍面冇表情攤喺度等。運到嗰張死氣沉沉冇肉食都避開，你要揾嘅係一種微妙動態。啲人嘅注碼開始出現試探性平衡啲嘢，路子唔會話你知刀場點樣喺路子整陷阱。佢哋將大路放最大，紅藍點整最搶眼，引你個腦去追 pattern。長龍旁邊永遠有幾個斷龍點，道場就係想你以為斷咗之後會再斷，或者會開另一條新龍。於是你又心急去搏下一條龍嘅開頭，呢個叫捉頭，係最危險嘅行為。任何一條路嘅開頭都係隨機，你捉嘅唔係機率，自己嘅幻想。所以你嘅5份作戰資金，第1份甚至半份必須用嚟忍手。你企半個鐘、1個鐘、2個鐘，由得隔離啲人贏到尖叫、輸到拍嗌，你都當睇戲。你嘅角色係詩人，唔係賭徒。詩人會潛伏、觀察、等風向，等最完美時機先扣扳機。職業刀徒就係咁，佢哋嘅耐性比膽識更恐怖到你終於覺得節奏啱先用5份資金極少嘅一部分，好似雀仔試毒咁啄一啄，贏咗，恭喜！但你嘅多巴胺開始喺你個腦跳舞，喺你耳邊講加注啦，過場係你提款機先贏。呢個就係第一個生死關口。你贏咗，個腦獎勵你，你會覺得自己靚咗，覺得個勢喺你嗰邊。呢個就係多巴胺陷阱。你以為多巴胺淨係吸毒先有錯？贏錢釋放嘅多巴胺分分鐘勁過食可卡因，令你高估自己，低估風險。張浩允歸功於自己嘅眼光，你係咪試過？贏幾鋪之後覺得睇通咗，覺得個勢唔好嘥，由幾百跳到幾千，再跳到幾萬，結果啪前路。你輸嘅唔係俾莊家，係俾自己腦入面嗰陣多巴胺。點應對？用5份資金設定鐵嘅紀律，贏夠某個比例，例如呢5份嘅20就要停，將嗰把粉濕利潤收埋，當佢從來冇出現過。你嘅目標唔係贏到幾多，係活到幾耐至贏錢，都抽部分利潤出嚟，本金就越嚟越安全，條命就越嚟越硬。輸錢嗰陣更加要忍，輸咗第一注個腦即刻話你知罪啦。贏你要同自己講收聲，然後縮注到最細，甚至離閪飲杯嘢。你要話俾個腦知邊個先係老細。講完5份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：切和，你記唔記得上次輸到最金嗰次，係咪贏咗好多鋪之後自信心爆棚嗰一刻？係咪覺得實食冇黐牙嗰一下？如果你有呢種經歷，喺留言區打個唔甘心俾我睇，記住嗰種感覺，因為佢就係你最大嘅敵人。好到3份防守資金呢個部分最現實、最冷血、最冇情。你以為鬥場點解設限紅？好多傻豬以為係防止鬥場輸大錢。錯到離晒譜，錢唔係保護賭場，係保護你嘅幻想，同時鎖死你嘅回本路。你試諗，你有1000萬本錢玩緊張限紅10萬嘅喺，輸咗100萬，想用倍頭法追數，注碼變成200、400、800萬，落到第4鋪已經過咗限紅，莊家算死草，只要切咗限紅。亦加倍追數策略，就會喺某個點強制失效。你資金無限大都用唔到，因為遊戲規則唔俾你用。限紅背後係大數法則。第二場唔怕你贏1鋪甚至10鋪，怕你注碼可以
無限大，大到 cover 晒佢短期波動，所以佢設上限鎖死你嘅爆發力，你贏嘅。佢最多輸你10萬一鋪，你輸你可以由1000開始配頭，但第4鋪就卡住回本夢碎莊，加用一個簡單數字上限，就將你所有一鋪翻本嘅幻想徹底粉碎。你嘅3份防守資金就係用嚟應對呢種被鎖死嘅情況。呢30嘅錢唔係用嚟追數，係用嚟調整節奏。當你嘅作戰資金輸到剩翻好少，就唔準再用，要啟動防守資金，將注碼立刻降到原來1/3甚至1/4。呢個叫縮注。縮注嘅目的唔係贏翻輸咗嘅錢，係拖長時間，等你情緒平復、判斷力翻嚟。好多水如衰喺呢度，輸咗作戰資金唔肯縮，覺得輸咗咁多仲縮幾時追得返？於是將防守資金當作戰資金咁搏，加注追數倍頭。結果防守資金好快化為烏有，然後打埋嗰2份離場資金嘅主意。到呢個地步，你已經冇晒紀律，變咗一條任由宰割嘅水魚，被恐債同氹婪吞噬。記住，防守資金嘅存在就係確可好。你就算最惡劣情況都仲有籌碼可以玩，你仲有籌碼就仲有得揀，籌碼就連揀嘅權利都冇。莊家嘅數學優勢唔係靠一鋪半鋪贏你，係靠磨靠陰乾。你每多玩一鋪，持望值就向負數行多一步，用防守資金去拖，就係同莊家鬥長命，拖得越耐，等到隨機波動，對你有利嘅機會就越大。長遠你一定輸，但短線波動就係你唯一可以執生嘅空間。最後2份技術切入點，呢度最虛亦最實際。我講嘅技術制牌算路係氣場同注碼轉換。氣場唔係着龍袍戴金爐，嗰啲係水魚標配。氣場係你對張禮嘅壓迫感及和。留意嗰啲贏大錢嘅人係咪都面不改容，落注爽快利落，輸贏都笑一笑。呢種人氣場穩定，唔會洩漏情緒。你以為莊家或運氣識睇你？唔係。但張禮上嘅細會，當你猶豫落唔落注，揸住籌碼掂嚟掂去，嗰種協會影響判斷。由原本想買莊變成買閒，結果開莊你就話早知買莊啦。呢種早知就係因為你氣場散咗，專注力冇咗，點練氣場？用嗰2份錢練習注碼轉換。注碼轉換唔係倍頭，係節奏感。例如你觀察到張西節奏係莊閒單跳，本金1萬，唔會次次落1000。你會喺開咗莊之後，下一鋪用500試閒贏咗，下鋪用700買莊，再贏用1000買閒。你嘅注碼跟住贏勢向上浮動，跟住輸勢向下沉。贏緊嗰陣，注碼緩緩上升，氣場就越嚟越穩，因為本金不斷增加，防守越嚟越厚。輸嘅時候，注碼要立刻縮翻最基本，甚至停一鋪，等氣場 riot charge。實戰例子，你今日運氣好，5份作戰資金嘅一小部分贏咗3注，呢個時候唔好諗再贏多2注就走，要諗我而家用贏翻嚟嘅錢去搏一鋪大嘅，莊家嘅錢打，莊家抽起原本本金，將贏翻嚟嘅利潤推晒出去，贏咗笑，輸咗唔痛，因為只係輸翻贏翻嚟嘅嘢。心理學和呢種操作就係職業刀徒思維，永遠用細嘅錢去搏，用命嘅錢去守你嘅2份技術資金，係用嚟試刀，唔係用嚟劈友。
知道勢頭唔啱，即刻收刀返去防守資金嗰度，再等過，自然唔會因為 miss 咗一隻字物而發脾氣，只會繼續伏喺度等下次機會。5-3-2就係咁簡單，簡單但難做，因為佢要求你對抗嘅唔係莊家，而係你自己。5份教你睇，3份教你守，2份教你斬，三者環環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冇觀察嘅耐性，5份好快輸晒；冇防守嘅紀律，3份便送死炮灰；冇技術嘅執行力，2份變亂駁藉口。呢個世界冇人逼你到，但你入得場就要跟個場嘅規矩。3-2就係我俾你喺呢個吃人嘅規則入面，唯一可以保住條命仔嘅生存手冊。記住，你學得識呢套唔會發達嘢，但可以企喺度睇住身邊啲水魚一個一個沉落去，而你仲可以冷靜掃住籌碼，笑到最後。呢個笑唔係因為贏咗莊家，而係因為贏咗自己。好，你既然吞咗5-3-2落肚，係時候講最後一堂課，點樣喺短路之前聞到嗰陣味？你以為斷路突然發生？錯，斷路有先兆，好似地震前動物亂嚟海嘯前海水後退，係你對眼淨係掛住睇路紙上面嗰幾粒紅藍點。先兆係乜？就係將唔係節奏突然變得好順嗰陣，你跟一條長龍人馬跟6-7鋪贏到笑，成批人都贏到笑，氣氛熱烈到好似過年。然後你開始覺得呢鋪實食冇黐牙，覺得條龍最少開到10鋪，加住由1000到5000甚至1萬。就喺呢個集體狂歡嘅時刻，你望下周圍，所有水魚嘅眼都發晒光，成年原本唔敢落注嘅阿婆都推搭籌碼出嚟。嗰一刻就係死亡嘅前奏。真正嘅斷路先兆，唔係路紙上某個 pattern， 而係到客嘅集體情緒。當成咩人極度樂觀，當你覺得呢鋪贏硬，當你開始盤算贏咗錢去邊度慶祝，嗰個 moment 就係莊家嘅數學優勢開始收割嘅時候。因為你已經由理性觀察者變成被多巴胺沖昏頭腦嘅水魚。注碼越大，期望值越負，死亡速度越快。呢個時候你唯一可以做嘅係收手，唔係縮注，係收手離屁，將贏翻嚟嘅錢袋落袋，然後企喺度睇戲。最唔似係乜？就係你收手之後，條龍可能再開多2鋪，隔離水魚笑你傻噶，邊有人贏錢就走噶？佢哋唔知死神就企喺後面，而你企喺度面無表情，望住佢哋繼續推錢入火坑，然後第3鋪啪斷路，全迷死清光。嗰一刻你唔會遺憾，你會覺得恐怖死啦，因為你差啲就係其中一個。我見證過太多呢種場面。今日講一段江湖往事俾你聽。你要記住入面每一滴血。幾年前澳門仲係遍地黃金嘅年代，我喺一間鬥場見到2個人，一個叫喪彪，另一個我連名都唔記得，淨係記得佢帶住隻舊款鋼爐。喪彪嗰日運氣好到爆，用5000蚊本由2點贏到凌晨4點，贏咗30幾萬。佢成個人亦變咗，頭髮亂晒，眼紅晒。每鋪落注都係成碟金牛推出去，觀眾圍滿晒，個個話佢係賭神。而帶鋼爐嗰個男人由頭到尾坐喺喪彪隔離，佢都有贏。但每次贏到某個數，就將一碟籌碼收埋入布袋。注碼永遠唔會大過某個數，就算條路幾靚都維持住。
冷靜到好似機器。留意到佢個布袋越嚟越漲，但台面籌碼永遠維持一個水平。臨天光，喪標條長龍斷咗斷。第一鋪佢唔信邪，將30幾萬推一半出去買莊開閒，輸咗。佢個樣由意氣風發變成爛鬥鬼嘅銅鵰，將剩翻一半再加自己底褲和原本袋入面10幾萬現金一次過推晒出去。嗰陣眼神，我永遠記得，唔係勇氣，係絕望嘅瘋狂。佢口叫開莊開莊，結果開閒一鋪清袋，喪標成個人軟晒餐。喺張呢由贏30幾萬到輸突10幾萬，前後唔夠半個鐘未算。喪標輸清之後，由絕望變紅怒，自話鬧荷官、鬧隔離棟客、鬧場，最後保安請佢出去。後來聽講，佢嗰晚去咗另一間場借貴利，最後連層樓都輸埋。呢個人就係武士5、3、5下2嘅下場。贏嗰陣冇將作戰資金利潤收割，將所有贏嘅錢當本金不斷加注。輸嗰陣冇啟動防守，資金縮注，反而將所有防守同離場資金一鋪推晒出去。佢嘅氣場由頭到尾都崩潰，贏係哀傲，輸係恐懼，從來冇一刻冷靜。而戴鋼爐嗰個男人呢，佢喺喪標開始瘋狂加注嗰陣，已經靜靜起身，望喪標一眼，揸住個脹卜卜布袋行去櫃起，將籌碼換現金，一碟金牛收埋入外套暗袋，剩翻幾萬蚊放翻入布袋，行過我身邊點咗下頭，笑一笑話今晚好風景，然後推門出去消失喺晨曦入面。佢贏咗幾多我唔知，但我知道佢贏咗喪標永遠贏唔到嘅嘢，佢贏咗自己。呢兩個故事就係唔係3-2嘅最好證明。喪標睇路能力可能仲叻過鋼爐男人，唔係，但輸喺唔識得喺贏緊嘅時候管理自己。佢將運氣當實力，隨機當規律，到場當提款機。而鋼爐男人由頭到尾知道自己係私人嘅目標，唔係追殺每一隻字物，而係帶住字物安全返屋企。你以為我淨係同你講百家樂？傻豬嘢！呢個世界就係一張大鬥台，做生意、投資甚至做人都係同一道理。你會唔會將成副身家壓落一個未證實嘅項目？唔會，除非你係鼠魚。你會唔會喺股票升到攣嗰陣瞓身買 call？ 唔會，除非你係鼠魚。人生就係一場5-3-2博弈，份係努力同觀察，要睇清個勢，忍手等機會。3份係儲蓄同防守，要有應急錢有後路，逆境縮住保住條命。2份係技術同直覺，要有係勇氣，喺啱嘅時候出手，同時要識斬籠式離場。你見唔見到嗰啲破產嘅人？佢哋唔係一次過死就萬死，每一次都話呢次唔同，每一次都話我會識得停，但每次都係輸到盡先肯停。佢哋就係嗰啲永遠追龍嘅人，追到條龍斷咗，追到自己粉身碎骨。我今日講嘅嘢，你可能覺得囉嗦，覺得我明啦，乜講咁耐？但我要你捺心自問，上一次入場有冇用過5-3-2？上一次贏錢有冇將利潤收埋？上一次輸錢有冇縮住停手？如果冇，你同喪標有咩分別？只係未輸到嗰一鋪啫。呢度係鬥王博弈錄，我唔係教你鬥，係教你唔好輸。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？聽日覺得可能救咗你聽日嗰10萬，救咗你層樓，
救咗你頭家，就唔該即刻做3件事。第一，訂閱道王博弈錄，你要學嘅嘢仲有好多江湖秘聞、資金管理心法、心理操控技巧未講，你唔訂閱去邊度學？第二，撳埋個細鐘仔，我要確學好。你每一次出新片都收到通知，道場陷阱，日日新鮮。我嘅提醒你，錯過一次，可能就係輸突嗰一次。第三，將呢條片分享轉發俾你啲仲喺度追龍嘅兄弟。你覺得今日呢條片救咗你一命，更加要救佢哋。見到佢哋沉緊落去，唔拉一把，仲係人，直接將條片掟過號話：喂，睇下啦，唔好再做水魚。你可能救咗佢成副身家，同時喺留言區話我知。聽完之後，第一個諗起邊個，踢佢出嚟一齊叫醒佢。最後記住一句說話，以後每一次踏入兜場，每一次上家注，每一次覺得實贏嘅時候，都要喺個腦入面獻一次兜場嘅門，永遠為你打開。但你條命只似一條冇得翻痕，你入得去就要預咗輸得起先玩得起，玩得起先有機會企到最後。但如果你連自己條命都唔識管理，連區一個唔3買2都守唔住，咁你唔該將啲錢直接捐去慈善機構，和好過送俾莊家買遊艇。呢度係道王博弈錄，今日講到呢度，記住唔好做雙標，要做嗰個帶錢走出大門嘅人。